2020东京奥运，甲即马又搁伫咧比的拍运，咱台湾的选手拢有正出色的表现。今仔日体操协会伫咧体育署办表扬会，特别鼓励所有出战的选手，包括阿妈王子李智凯、甲邓家宏等等，也对因伫咧2024巴黎奥运有信心。 体操选手李智凯接下奖座，欢喜的面神藏袂掉。李智凯讲，为东京奥运转来了后，这段日子过了真精彩。为这礼拜开始，已经恢复正常的训练生活。这礼拜才刚刚回归正常的训练这样子，所以距离比赛也只剩大概4周左右，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。对，那跟教练当然设下的目标就是说，安全为主，不要受伤。 2020东京奥运了后，体操的规则就会做修改。李智凯教练讲，新规则初步看起来对李智凯是无真大的影响。在汤马斯的部分上面是没有到打击到我们的李智凯，有一些难度都降下来，可是他的汤马斯难度还是维持，有的还上升，所以我们朝上升的难度再加以补强。我相信在他的2024会更成熟。 体育署伫表扬现场表示，建议中华体操协会等等组织，建议伫2024年巴黎奥运之前，伫台湾举办国际比赛的可能。一方面也让我们这边的选手去测试2024的时候，目前那一年的时候，我们的竞技实力是这样。那么除了我们国内裁判的提升，也可以让我们多做一些裁判的交流。 体育署表示，台湾体操的成绩已经伫国际上得到肯定。伫巴黎奥运之前来办国际比赛，相信对选手备战2024巴黎奥运有真大的帮助。记者郭坤、林国凯台北报道。